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8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，33节到43节。申命记第8章第1节到20节。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进入应允。进入应允之地是上帝予这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上大的愿望，因为游牧民族以色列人伫埃及架脚430冬，后来无搁尊重，无搁受尊重了，就变成做一个真凊彩、真俗的这个奴隶。嘛是因为因的哀哭去互上帝听到，上帝就差遣摩西，诚做带领因出埃及的领袖。因出埃及，除了到上帝的山去向上帝来献祭、敬拜上帝以外，更较重要的目标就是进入伫上帝的应允之地。申命记第8章第1节到20节记载着这段的经过。圣经记载讲，今仔日我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恁着切实来遵行，互恁通活。人数加添真济，入去承接上主立誓应允要互恁列祖的地。恁嘛着会记得上主恁的上帝这40冬带恁伫旷野行过的路，互恁谦卑，甲恁考验，要知恁对有对心底遵守伊的诫命啊无？伊甲恁磨练，互恁摇过，用恁甲恁的列祖拢毋捌的吗哪来养饲恁，是要互恁知，人伫活毋是活靠饼，是活靠对上帝的嘴所出的逐句话。这40冬，恁的衫裤无破，恁的骹也无碰拍，恁着知上主，恁的上帝管教恁，亲像人咧管教伊的囝儿。所以，恁着遵守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行伊的道路，敬畏伊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带恁入去迄个水的地，遐有溪，有水泉，阁有地下水对山谷甲山顶流出来，遐有出产大麦、小麦、葡萄、无花果、石榴，佮出产橄榄油、甲蜜。恁伫遐食米充足，连一项都拢无欠。伫遐的石头有铁，山内会当挖着铜，恁也会食甲饱。就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所赏赐恁富足的地来学乐伊，恁着谨慎，则免得记得则免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无遵守着我今仔日所吩咐上主的诫命、命令甲规例。恁食饱有好的厝通徛，牛、羊、金、银，以及恁所有的拢加添真济的时，着谨慎，则毋免自高骄傲，煞袂记得甲恁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的上主，恁的上帝。伊带恁经过迄个大阁通行的旷野，是干燥无水的地，遐有毒蛇、叶仔虫。伊为着恁，互水对顶的水盘流出来。伊阁伫旷野用恁的列祖毋捌的吗哪养饲恁。
是要考验恁，互恁谦卑，到尾是互恁得到福气，才免恁心内想讲，我靠家己的气力、能力得到这一产业。恁就会记得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恁得到产业的气力是伊互恁的，是要实现伊对恁的列祖立世设立的约。甲今仔日相款，恁若真正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去对别个神明服侍敬拜因，我今仔日严严甲恁警告，恁一定会灭亡。上主互恁看到伊安怎消灭遐个民族，恁嘛会安尼消灭，因为恁毋听上主恁上帝的话。摩西提醒进入伫上帝应允的以色列人，必须爱来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必须爱谦卑，毋通骄傲，来袂记得上帝的救恩。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基督徒，伊嘛安尼来讲到基督徒的使命。伊讲基督徒是基督的身躯。是无共款的职务服侍，嘛是拢为着互人，因为咱的恩师来得到帮助，行一条更较美好的道路。耶稣基督捌讲过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借着我，无有人会当到爸遐去。到爸遐去，就是进入伫应允之地。借着耶稣基督就是行伫正确的道路，所要得救的，才会通安尼真真正正入伫应允。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到31节，圣经安尼讲：恁是基督的身躯，逐个人是身躯的肢体。上帝伫教会所安置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个是先知，第三个是教师，各有行神业的，各有医病文士的，帮赞人的，管理事务的，讲逐款灵语的。逐个人兼拢是使徒，兼拢是先知，兼拢是教师。兼拢是行神业的，兼拢是有医病文士的，兼拢是讲灵语的，兼拢是解说灵语的。恁着热切羡慕迄个更较重要的文士，但我甲你指示一条上好的路。基督徒追求迄个上重要的恩师，就是要来进入迄个至好的道路，进入伫迄个应允内底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，33节到43节。恁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上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着的手中救赎的人，对各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所接住的拢着安尼讲。伊互江河变成做旷野，互水泉变成做干涩的地。伊互肥地变成做咸地，这拢是因为徛起伫遐的人的罪。伊互旷野变成做水潭，互大地变成做水泉。伊互妖恶的人踮伫遐，互因起城通徛起，搁种植田园。在葡萄得到丰盛丰富的土产，伊赐福气，互因生团真济，互因的精神无减少，因阁因为压迫、患难、忧苦、人口减少，互人看紧，伊互贵族受侮辱，流浪伫荒废无路的所在，
毋过伊提拔善车人，互伊脱离苦海，互因家族兴旺，亲像羊群遐济。正直的人看见就欢喜，歹人拢踮起无话通讲。智慧的人着注意这一代志，着少念上主的慈爱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甲应允，互阮会通进入伫迄个应允内底，才着耶稣基督真理活命的道路。互阮进入伫应允之地，求主帮助阮谦卑，愿意遵守主的诫命，进入伫永远的应允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